好，我係楊明霞醫師。生長壯老二咧係人生必經嘅階段，咁但係咧我哋可以預防翻斷崖式嘅五臟六腑嘅衰老。咁今集點出健康呢個節目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啲穴位可以幫助大家咧預防呢個問題㗎。點樣為止斷崖式嘅衰老呢？咁以下咧有幾點，咁如果大家中咗2條或以上嘅話咧，都可以係一個好明顯嘅警示嚟嘅。其實五臟六腑嚟講咧，心係君主之官，咁主血。呢個臟腑咧，如果出現咗斷崖式嘅衰老咧，主要咧就係面色比較蒼白。咁如果嚟月經嘅時候咧，月經量比較少啦，有啲人咧係提早咗更年期，咁有啲咧甚至咧係有啲心血管嘅疾病。第二咧就係肺嘅斷崖式嘅衰老啦。咁如果你係發現自己平時係特別容易有感冒嘅，成日都噼哩啪啦打乞嗤、流鼻水、鼻塞、咳等等，講嘢有氣冇力，個人咧好冇精神咁樣咧，都係屬於肺嘅斷崖式嘅衰老。跟住落嚟咧就係脾胃嘅斷崖式嘅衰老啦。如果有時覺得自己食少少嘢咧就容易飽飽滯滯，咁有時特別容易係有胃氣、胃脹、胃痛等等呢啲問題咧，都係代表咧係有衰老嘅先兆嚟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肝嘅斷崖式嘅衰老啦。咁如果覺得個人咧平時特別容易唔開心，特別容易發脾氣，或者特別容易情緒低落，好容易就有酒醉嘅感覺啊，或者係平時咧覺得自己即係捱完嘢之後咧特別無精打采、冇神氣嘅話咧，咁呢啲都係肝嘅衰老嘅現象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如果覺得自己嘅筋骨特別是緊嘅，容易抽筋啊，或者係容易即係閃錯，即係話容易扯親嗰啲腰骨啊，扯親一啲筋骨嘅話咧，都係屬於肝嘅衰老嘅現象嚟嘅。最後咧就係腎啦。如果你覺得咧自己喺1個鐘頭之內就好頻密咁樣要去洗手間，甚至夜尿咧都有1次或以上嘅話咧，咁呢啲咧都係腎衰老嘅表現。再嚟啦，如果係容易腰酸腳軟啊，甚至有時膝頭哥特別容易痛啊，容易骨痛等等嘅話咧，都係屬於腎嘅衰老嘅現象。咁以上咧就係我哋心肝脾肺腎開始有衰老跡象嘅表現嚟嘅。咁如果大家中咗2項或以上嘅話咧，大家唔使擔心，因為以下落嚟咧，我會介紹一啲穴位俾大家，去幫助大家預防呢啲五臟六腑斷崖式嘅衰老嘅問題嘅。今日咧，我會同大家介紹咧5個可以幫助大家預防斷崖式衰老嘅穴位嘅。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百會穴啦。百會穴咧係人一生咧最高嘅穴位，亦都係諸陽之會，佢可以幫助咧我哋提升陽氣，同時可以醒腦開竅。咁係點樣揾個穴位咧？首先咧揾自己嘅耳尖，拉一條線，鼻尖拉一條線，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百會穴啦。有時覺得一起身個人瞓得好似好唔夠啊，好冇精神啊，無精打采嘅話咧，咁用自己嘅指尖叩擊呢個百會穴咧，都可以幫助咧大家醒腦開竅同埋延年益壽嘅。常叩擊嘅話咧，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個氣血循環啦，同時亦都可以令到自己聰明啲嘅。第二個穴位咧就係頦溝穴啦。頦溝穴咧係肝嘅絡穴，可以幫助咧疏通肝膽經，咁令到咧我哋肝膽經調暢嘅。呢個穴位咧就係我哋嘅小腿內側內腳眼對上5寸位置，喺我哋嘅腳骨後面嗰個位咧就係頦溝穴啦。呢個穴位咧可以幫助咧我哋強化個肝臟啦，同時亦都可以咧調暢個心情噶。第3個穴位咧就係公孫穴啦。公孫穴咧係脾經嘅絡穴，可以幫助我哋強化翻個脾胃啦，同時咧亦都係衝脈嘅交匯穴嚟嘅。咁佢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月經不調嘅問題，咁同時咧亦都可以改善翻不孕症嘅情況嘅。咁公孫穴咧就係喺我哋嘅足部嘅內側呢個位置，脊骨嘅前下方嘅呢個位置咧，其實就係公孫穴。咁我哋平時咧可以咧多啲按壓去，咁都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翻脾胃嘅功能啦，調理婦科生殖系統嘅問題嘅。第4個穴位咧就係照海穴啦。照海穴咧就喺我哋嘅內腳眼嘅下面呢個位置。
個凹陷位咧就係照海穴。照海穴咧可以幫助我哋強化個腎啦。頭先講個腎虛咧可以令到個人咧日頭尿頻啦，咁同時夜尿比較多，再加上咧會腰酸腳軟，咁個人容易有骨痛嘅情況。男士嘅話咧就容易係有啲陽事不舉嘅情況，女士咧就特別容易有不孕症嘅。所以咧有時得閒撳一撳咧呢個照海穴咧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腎氣嘅。最後咧就係湧泉穴啦，呢個係人生嘅第一個要穴，咁佢嘅位置咧就係正喺呢個腳板。分3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同埋第3個部分，上1/3同埋下2/3嘅交界位置咧，呢個就係湧泉穴啦。當啲撳佢嘅話咧，可以幫助咧我哋交通心腎，心氣當令嘅時候咧，可以幫助我哋瀉一瀉嘅心火㗎。咁撳嘅時候咧，可以由輕到重嘅手法嚟到撳一撳，因為咧湧泉穴咧係人一生最低嘅穴位，咁其實好似槓桿嘅原理咁樣啦。越遠離身體嘅穴位咧，通常咧嗰個力度如果撳落去咧，個作用會大啲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要養腎同埋咧要改善清一清心火嘅話咧，都可以撳一撳呢個湧泉穴㗎。除咗百會穴咧，頭先講過可以用手指叩擊之外咧，其他嘅穴位咧，我通常就會用呢個經絡按摩筆咧嚟到撳個穴位嘅，因為佢有少少微電流啦，佢可以加強通經活絡嘅作用。我教大概1至2度，咁我再撳翻個穴位咧，其實效果咧就會事半功倍嘅。咁另外咧，預防斷崖式嘅衰老咧，除咗係喺平時努力撳個穴位之外咧，我亦都注重內服嘅。咁我通常咧就會用我自己熬嘅呢個固本培元膏嚟到每日咧朝頭早飲用1斤，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氣血，咁同時咧亦都係幫助咧我哋整體嘅新陳代謝咧改善翻嘅。咁呢個經絡按摩筆再加上咧呢個固本培元膏，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細個時候咧有個長跑練習喎，每次長跑練習咧，我明明已經非常之努力，但係唔知點解咧，成日都係跑得好差，跑包尾。我就問爺爺：唉，點解我長跑咁渣㗎？成日明明咧已經跑得好快啊，一開始咁，但係最尾咧因為索晒氣咧而跑到包尾喎。咁爺爺咧於是乎笑笑口同我講話：其實長跑咧，你唔係要一下子發力發得好大，你反而要知道你要跑幾大嘅距離。你要將咧你自己嘅能力咧分開3段，頭一段咧輕輕咁樣跑，唔好太用力，咁但係咧亦都唔可以太慢，咁中間嗰段時間咧就俾自己咧唞一唞氣，可以慢跑，咁但係咧亦都係唔可以跑到太索氣，到最尾嗰段咧先至係衝刺，咁呢個咧先至係跑步嘅策略嚟嘅。如果一開始咧就用晒啲力嘅話，咁之後咧就冇力跑，咁你咪跑包尾咯。咁其實同人生都一樣嘅，人生咧就好似呢個長跑咁樣，你一開始咧其實好努力好發力，整到自己好攰嘅話，咁之後咪冇心機去即係迎接唔同嘅挑戰咯。你必須要有個平衡，咁分3段，工作、生活、休息，永遠平衡，唔好側重一點，咁你先至係會有一個快樂嘅人生，同時呢個長跑咧先至會有好成績㗎。爺爺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爺爺。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就想紀念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令更加多人受惠。終極目標咧，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慷慨解囊。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點出健康呢個節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並且撳鐘掣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都歡迎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 或者大家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都可以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我會盡快答覆大家嘅。